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今日同大家準備咗一個超級實用嘅 tips，就係綠置居2024焦點屋苑九龍灣宏志苑嘅揀樓攻略。我知好多朋友已經收到信，準備去揀樓，心情又期待又緊張，尤其係揀單位嘅時候，究竟揀向東南定係向西好呢？今日叻媽就會同大家超詳細咁拆解8個唔同方向，東南西北同埋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對間屋有咩影響？等大家可以做個精明業主。我哋馬上開始。提提大家，叻媽而家已經開通咗宏志苑業主群組啦。如果你想同未來嘅鄰居交流，又或者有揀樓方面嘅疑問，快啲掃描我哋嘅 QR code 啦。我哋會有定時嘅分享，包括幾時做按揭、幾時收樓、裝修攻略等等，等大家一齊互相幫助，開開心心準備入伙。好啦，到戲肉啦。點解方向咁重要？因為香港嘅氣候同地理會令唔同方向嘅單位喺日照、採光、通風同景觀上有好大分別，直接影響大家住得舒唔舒服。夏天電費多唔多？我哋一個一個方向嚟分析。一、向東單位，朝早可以迎接第一道陽光，光線柔和，成間屋好快充滿朝氣，特別醒神。但係下晝就冇乜太陽直射入嚟。優點係夏涼，優勢明顯，因為夏天嘅主要陽光同熱力喺下晝，東向單位下晝冇曬，所以相對冇咁悶熱。缺點就係冬天嘅時候，朝早曬完，下晝冇太陽，可能會覺得有少少陰涼。如果鍾意下晝屋內有陽光，就要諗諗，適合早起人士，鍾意早晨陽光，怕夏天西斜熱力嘅朋友。二、向南單位，香港位於北半球，向南單位可以話係帝王向。全年都比較容易有陽光，尤其係冬天，太陽角度低，陽光可以照入屋內好深，好和暖。優點係採光充足，冬暖夏涼。相對而言，空氣流通通常都唔錯，因為香港夏季主要吹東南風。缺點就係如果樓宇密度高，對正其他樓，優點可能會打折扣，同埋夏天都係會熱，但相比向西好好多，幾乎適合所有家庭，尤其有長者小朋友，鍾意室內光猛乾爽嘅家庭。三、向西單位，要面對西斜嘅問題，下晝到黃昏時間，太陽會直射入屋，特別係夏天，陽光非常猛烈。優點係冬天嘅下晝會好溫暖，如果冇遮擋，黃昏時可以睇到日落景觀。缺點就係夏熱，問題突出。西斜單位夏天可以好似蒸籠一樣，冷氣電費會明顯高咗。如果窗戶隔熱做得唔好，牆身同家私都會長期受熱。適合怕凍、鍾意睇日落人士，或者預算裝修時會做好隔熱措施，比如貼隔熱膜、用厚窗簾嘅朋友。四、向北單位，全年都比較少會有陽光直射入屋，夏天最涼爽，完全冇西斜問題，亦避開東邊朝早嘅陽光。冬天會較為陰冷，缺乏太陽，自然加溫。如果通風唔好，容易有潮濕感覺。適合非常怕熱或者成日開冷氣，唔介意室內光線較為柔和嘅朋友。五、東南向單位，結合咗向東嘅早晨陽光同向南嘅良好採光通風，可以話係僅次於正南嘅好選擇。早晨有陽光，全日光線充足，夏天又能借助東南風通風涼快，相對而言冇明顯硬傷，係一個穩陣之選，適合追求平衡穩陣嘅家庭，想有陽光又怕太熱嘅朋友仔。六、西南向單位，結合咗向南部分採光同向西嘅西斜，下晝到黃昏有充足陽光，冬天會好舒服，夏天會受到西斜影響，下晝會比較熱，但可能比正西單位好少少，適合鍾意下晝屋內陽光充沛，同時願意面對小夏日西斜挑戰嘅朋友仔。七、東北向單位，結合咗向東嘅晨光同向北嘅陰涼，夏天非常涼爽，朝早有溫和陽光。冬天日照時間短，係全年最陰涼嘅方向之一，要特別注意防潮，適合極度怕熱、生活習慣上朝早喺屋企、下午外出嘅朋友。八、西北向單位，結合咗向北嘅陰涼同向西嘅西斜，冬天有短暫嘅下晝陽光，夏天又熱，冬天又陰涼，可以話係挑戰最大嘅方向。夏天有西斜熱力，冬天又冇持續日照，通常唔係首選，除非景觀或者戶型有極大優勢作補償。簡單嚟講，可以咁記住：怕熱首選向東、東南、向北、東北；追求溫暖陽光就揀向南、向東南、西南。需要最大挑戰精神嘅朝向就係向西、西北。知道方向特性後，揀樓嘅時候仲要睇多幾樣嘢。
第一，樓層高低，高層單位通常景觀開揚，空氣流通更好，蚊蟲少啲，但價格亦都貴啲。低層可能要面對街噪、私隱同塵埃問題，但萬一停電，行樓梯冇咁辛苦。二、周邊環境與景觀，宏志苑附近有舊屋村同樓宇，要睇清楚單位對住係開揚景、樓景定係街景。開揚景當然最好，但如果對正公園或者遠山都唔錯。如果對正其他樓宇，就要考慮樓距會唔會影響採光同私隱。三、平面圖同間隔，一定要研究清楚單位嘅開窗位置，廁所有冇窗，廚房窗向邊，睡房窗向邊。有時一個單位可能廳向東，但睡房向西，要綜合考慮。四、揀樓當機立斷，而家剩餘嘅單位每日變化緊，揀樓時心水單位可能已經冇晒，所以一定要預先列出幾個心水選擇，順序排好，一到現場就果斷決定，唔好猶豫。最後叻媽嚟解答常見問題。如果揀到西斜樓，點算好？唔使太擔心，可以後天補救。裝修時可以考慮安裝雙層玻璃窗，貼隔熱玻璃膜，用厚身防曬窗簾，或者裝效能好嘅冷氣。雖然電費可能會高少少，但住得舒服最緊要。按揭方面點安排？綠置居可以做到95%按揭，還款期最長30年。以一個平均售價約247萬嘅單位計，大概每月還款10500左右。記住要去銀行預先搞掂按揭貸款初步批核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綠置居係珍貴嘅公共房屋資源，一定要用嚟自住，唔可以丟空或者非法出租。政府而家真係查得好嚴，新修訂嘅條例已經通過，濫用後果好嚴重。我哋要做個有責任感嘅好業主。希望今日呢份超詳細嘅方向攻略同貼士可以幫到準備揀宏志願嘅你。記住，冇十全十美嘅單位，只有最適合自己生活習慣嘅安樂窩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，記得留言話我知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仔啊！訂閱叻媽教室，開返個鐘仔就可以收到叻媽最新買樓 tips 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